香港嘅老友記平時係咪淨係識得飲白開水，但又好擔心自己個血糖高？想知有咩天然方法可以幫手降糖，輕鬆穩定血糖？好多人到咗50幾、60幾歲，甚至70幾歲之後，一去親醫院抽血檢查，醫生一睇個報告就話：哎呀，你個血糖偏高啦，要開始注意飲食啦。聽到呢句說話，真係成個人都震晒，好擔心自己會演變成糖尿病。於是好多老友記就變得好緊張，呢樣又唔敢食，嗰樣又唔敢飲，全日就淨係捧住杯白開水係啖飲。雖然話飲白開水係好健康，但係日日如是，餐餐如是，真係飲到把口都淡晒，成個人都好似冇晒人生樂趣啖。其實想穩定血糖、保護血管，真係唔需要成日折磨自己。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公開3大降糖茶，呢幾款茶唔單止好飲、生津解渴，最重要嘅係佢哋喺醫學同科學上都已經被證實，真係可以幫我哋輕鬆淡養去穩定高血糖，仲有埋消脂、降血脂同改善失眠嘅附帶功效。各位血糖偏高嘅朋友，今日呢條片你真係一定要由頭到尾睇到實，千祈唔好錯過。講到高血糖或者糖尿病，好多香港人都以為呢個係老人病，覺得自己要到咗60、70歲先至需要擔心。但根據近年嘅醫學數據顯示，香港嘅糖尿病患者其實有生得越嚟越深厚嘅趨勢，有好多人去到40零歲，甚至30幾歲就已經出現咗血糖偏高嘅情況。點解會淡？其實同我哋香港人嘅飲食習慣有好大關係。我哋平時出街食飯、茶餐廳、酒樓、快餐店，邊一樣唔係多油、多鹽、多糖？嗰杯凍檸茶、凍奶茶，少甜都依然係落咗好多糖漿。仲有我哋最鍾意食嘅白飯、麵包，出前一丁，呢啲全部都係精緻澱粉。食落肚之後，好快就會轉化成葡萄糖，令到我哋嘅血糖好似坐過山車啖，突然之間飆到好高喎。如果我哋個胰島素長期要超負荷啖工作，久而久之，細胞就會產生胰島素抵抗，糖分冇辦法進入，細胞化為能量就會留喺血液入面，形成高血糖。如果我哋唔去理佢，由得佢高落去，當空腹血糖超過咗某個數值，或者糖化血紅素去到某個百分比，啖就真係會正式確診做糖尿病啦。當你確診咗或者被通知血糖偏高嘅時候，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嘅就係要戒口。但係對於一個生活喺美食天堂香港嘅人嚟講，戒口真係一件極度痛苦嘅事。如果我同你講，你以後唔可以再食叉燒飯，唔可以再食蝦餃燒賣，唔可以再飲下午茶，你個人仲邊有樂趣？所以我哋要用一啲聰明、溫和而又有效嘅方法，喺日常生活中幫自己神不知鬼不覺淡去降血糖。而飲茶正正就係最啱我哋香港人最容易堅持落去嘅習慣。我哋由細到大都習慣飲茶，去酒樓要飲茶，喺屋企食完飯又要燒製飲茶。如果我哋可以將平時飲開嘅普通茶，或者將嗰啲對身體無益嘅含糖嘢飲，轉做今日我要介紹嘅呢3大降糖茶，你就會發現穩定血糖原來可以咁輕鬆。第一款要同大家隆重介紹嘅降糖茶，就係我哋平時好容易買得到，亦都好常飲嘅綠茶。大家唔好睇輕呢杯簡簡單單嘅綠茶，佢入面含有非常豐富嘅兒茶素。呢種兒茶素係一種極度強大嘅抗氧化劑，科學家做過好多研究，發現兒茶素可以有效地去提高我哋身體細胞對胰島素嘅敏感度。意思即係話，原本你嘅細胞對胰島素無動於衷，令到啲糖喺血管入面塞班。但係當你飲咗綠茶，吸收咗兒茶素之後，你嘅細胞就會變得好聽話，主動打開個大門，將血液入面嘅葡萄糖吸入去，淡養一來，你血液入面嘅糖分自然就會降落嚟。而且綠茶仲有一個好厲害嘅功能，就係可以抑制我哋條腸仔入面嘅澱粉酶。呢個酶係用嚟分解澱粉質嘅。當綠茶幫你踩一踩剎車，你食入肚嘅白飯、麵包轉化做糖嘅速度就會減慢。淡養你食完飯之後，血糖就唔會突然之間飆得咁急，可以做到一個平穩嘅效果。除咗降血糖之外，綠茶對我哋老友記嚟講，仲有另外2個好大嘅益處。第一就係消脂，第二就係降血脂。好多人到咗50幾歲之後，新陳代謝慢晒，就算食得唔多，個肚腩都係越嚟越大。呢啲脂肪如果囤積喺內臟，就會變成內臟脂肪。
內臟脂肪越多，胰島素抵抗就越嚴重。綠茶入面嘅兒茶素同微量嘅咖啡因互相配合，可以幫我哋提升新陳代謝，促進脂肪燃燒。同時，佢仲可以減少小腸吸收食物入面嘅膽固醇，幫我哋降低血液入面嘅壞膽固醇同甘油三酯。換句話說，你飲一杯綠茶，不單止幫你管住個血糖，仲幫你清埋血管入面嘅垃圾，連個肚腩都可以縮細啲，真係一舉三得。不過飲綠茶都有幾點要特別留意，尤其是對我哋老友記嚟講。第一，綠茶係未經發酵嘅茶，所以佢嘅性質係偏向涼性。如果有些老友記本身腸胃比較虛寒，平時容易肚瀉、胃痛、胃酸倒流，但就唔好空肚飲綠茶，最好係食完飯之後，大約隔咗半個鐘頭至1個鐘頭左右先至飲。第二，綠茶入面雖然咖啡因唔算好高，但對於一啲對咖啡因敏感、平時容易失眠嘅老友記嚟講，如果下晝或者夜晚飲，可能會影響睡眠質素。所以我建議綠茶最好係喺朝早或者晏晝食完午餐之後飲，到咗下晝3、4點之後就唔好再飲綠茶啦。既然下晝同夜晚唔可以飲綠茶，但如果我夜晚食完飯，口淡淡想飲杯茶消滯，又或者想幫手降血糖，可以飲啲咩呢？呢個時候，第二款降糖茶就派上用場喎。呢個就係洋甘菊茶。洋甘菊茶係一種草本茶，佢係完全唔含咖啡因嘅，所以無論你幾點飲，哪怕係瞓覺前飲，都完全唔需要擔心會睡唔着。相反，洋甘菊茶最出名嘅功效，其實係幫助放鬆神經、改善失眠。好多老友記到咗咁上下年紀，可能因為個人容易焦慮，擔心呢樣，擔心嗰樣，又或者身體有啲小毛病，夜晚成日翻來覆去瞓得唔好，或者半夜醒咗之後就踩唔反冧。你知唔知長期失眠、睡眠不足，其實係高血糖嘅一個隱形殺手。當你瞓得唔好嘅時候，你身體入面嘅壓力荷爾蒙，即係皮質醇，就會分泌得特別多。呢個皮質醇會直接對抗胰島素，令到你第二朝晨早起身，就算乜都冇食，個空腹血糖都會無端端高咗。所以搞好睡眠係穩定血糖嘅第一步。而洋甘菊茶除咗幫你改善失眠、降低皮質醇之外，佢本身對降血糖都有直接嘅藥理作用。近年有醫學研究指出，洋甘菊入面嘅一啲特定抗氧化成分可以有效地去保護我哋胰臟入面嘅 β 細胞。呢啲 β 細胞係專門負責製造同分泌胰島素嘅，佢哋可以話係我哋身體入面嘅抗糖主力軍。如果血糖長期偏高，呢啲細胞會因為糖毒性而受到破壞，甚至死亡。洋甘菊茶就像一個防護罩彈，幫我哋減輕呢啲細胞所承受嘅氧化壓力，防止佢哋衰退。研究甚至發現，連續飲用洋甘菊茶一段時間嘅人，佢哋嘅餐後血糖同糖化血紅素都出現咗明顯嘅下降。對於老友記嚟講，夜晚食完飯，一邊睇電視，一邊飲杯熱辣辣、帶有淡淡蘋果香氣嘅洋甘菊茶，不單止成個人放鬆晒，容易入睡，仲可以喺夢中默默淡幫你守護住個血糖，真係一件好幸福嘅事。跟住落嚟，第三款要介紹嘅降糖茶，可能好多人聽過，但係就未必知佢原來係一個降糖高手。呢個就係薑茶。講到薑，我哋香港人真係由細用到大，蒸魚要落薑絲，煲雞湯要落薑片，坐月子要食薑醋。但我哋平時好少會將薑當成茶淡樣日常去飲。其實生薑入面有一種好核心嘅活性成分，叫做薑辣素。呢個薑辣素喺控制血糖方面，簡直好似開咗掛彈喎。佢可以做啲咩？佢可以喺唔依賴胰島素嘅情況下，直接刺激我哋肌肉細胞上面嘅葡萄糖轉運體，將血液入面嘅糖分直接拉入去肌肉細胞入面消化掉。呢個機制對於一啲已經有嚴重胰島素抵抗、個胰臟已經好攰、分泌唔出足夠胰島素嘅糖尿病患者或者前期患者嚟講，簡直就係救星。因為佢相當於幫你開闢咗一條全新嘅運糖快速通道，減輕咗你胰臟嘅負擔。而且薑茶對於降血脂同埋促進血液循環有非常好嘅效果。好多老友記一到冬天或者喺夏天冷氣地方待得耐，就會手腳冰冷，成個人都好似縮埋一嚿啖。手腳冰冷其實就反映咗你嘅微血管循環做得唔好。高血糖最大嘅危害，正正就係會破壞我哋全身上下嘅血管，導致微血管病變。嚴重嘅話會影響視力、影響腎功能，甚至導致足部潰爛。
生薑嘅性質係溫熱嘅，佢可以幫我哋擴張血管，促進全身上下嘅血液循環，將溫暖同營養帶去手腳嘅末梢。同時，佢仲可以降低血液中嘅低密度脂蛋白，即係壞膽固醇，防止動脈粥樣硬化。每日飲一杯溫熱嘅薑茶，就好似幫全身上下嘅血管洗咗個熱水澡啖，通暢無阻。不過煮呢個降糖薑茶嘅時候，有一個非常關鍵嘅地方，大家一定要記住，那就是千祈唔好落黑糖或者紅糖。我知好多香港人平時飲薑茶都習慣要落幾克糖，覺得淡養思扣滋潤，夠口渴音。但係你要知道，你今日飲呢杯茶，個冚飲覺得夠卡晒鹽講求過咧。黑糖、紅糖雖然好似比白糖健康少少，但本質上佢哋依然係純純嘅糖分。一落咗落去，杯薑茶嘅降糖功效就會被完全抵消，反而仲會令你血糖飆升。所以我哋飲呢個降糖薑茶，一定要飲原汁原味嘅無糖薑茶。如果你覺得就啖飲生薑水太過辛辣，太難入口，可以點做？你可以試下喺入面加一小撮肉桂粉。講到肉桂，呢個又係一個不得了嘅降糖法寶。肉桂入面含有天然嘅 CaPe 元素同其他多酚類化合物。佢喺醫學界被公認為植物胰島素，因為佢嘅分子結構同功能可以非常完美地去模擬我哋身體入面嘅胰島素。當肉桂同生薑結合埋一齊，嗰個降糖嘅協同效應真係會加倍。肉桂自帶一種獨特嘅甜甜嘅香氣，雖然佢食落去有甜味嘅感覺，但佢其實係完全唔含糖分嘅。將少少肉桂粉灑入去無糖薑茶入面，不單止可以中和咗生薑嘅辛辣味，仲帶有一種好高貴、好療愈嘅香氣，飲落口溫潤舒適，降糖效果仲要更上一層樓。聽到呢度，可能好多老友記會問：既然呢三款茶咁好，我係咪可以將佢哋當水啖飲，一日蓋佢10杯8杯？答案絕對係唔可以。我哋廣東人成日話物極必反，任何好嘅嘢食或者嘢飲都要適可而止。好似綠茶淡，因為佢有咖啡因，亦都比較傷胃，一日飲2至3杯就已經非常足夠。洋甘菊茶雖然溫和，但如果你本身對菊花類、萬壽菊類嘅植物過敏，淡就要小心。而且佢有放鬆神經嘅作用，飲太多可能會令你大白天都覺得太過眼瞓、冇精神。至於薑茶同肉桂，因為佢哋嘅性質都係偏向溫熱，如果有些老友記本身體質係好容易上火、容易口乾舌燥、經常生痱滋或者有便秘問題嘅，淡薑茶同肉桂就要少飲，或者留返喺冬天天氣凍嘅時候先至飲。另外，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觀念，我必須要好直接、好清晰，但話俾大家聽。今日我介紹嘅呢3大降糖茶，佢哋嘅定位係日常保健嘅輔助工具。如果你已經被醫生確診咗係糖尿病，需要食降糖藥或者需要打胰島素針，你千祈唔好因為聽完今日條片，覺得呢啲茶好神奇，就自己擅自停藥或者減藥。呢個做法係非常之危險嘅，因為天然草本嘅降糖效果係一種類似於細水長流嘅調理，佢冇辦法好似西藥淡即時精準淡將你飆到10幾20嘅血糖夾硬拉翻落嚟。如果你擅自停藥，血糖一旦失去控制，引起嘅急性併發症係可以致命嘅。最正確嘅做法係保持原本嘅藥物治療，然後將呢啲降糖茶融入你嘅生活入面。當你飲咗一段時間，配合埋飲食控制，去醫院複診嘅時候，醫生睇到你個報告，發現你嘅血糖控制得越來越好，越來越穩定，醫生自然會幫你減藥，由醫生去幫你減，先至係最安全、最科學嘅做法。其實控制血糖真係一場持久戰，亦都係一種生活態度嘅改變。好多老友記一聽到話要控制血糖，就覺得自己好似入咗監獄啖，呢個又唔食得，嗰個又唔飲得。但其實只要我哋換個角度去睇，將一啲健康嘅小習慣好自然地融入去我哋嘅日常起居入面，過程其實可以好輕鬆、好享受。好似今日講嘅3款茶，朝早或者午飯後飲杯香濃嘅綠茶，清熱消滯、提神醒腦，順便消埋脂。下晝如果覺得有少少凍或者口淡淡，就沖杯加咗肉桂嘅無糖薑茶，暖一暖胃，通一通血管。到咗夜晚食完飯，準備洗白白睇電視放鬆嘅時候，就泡一杯暖粒粒嘅洋甘菊茶，舒緩一日嘅疲勞，安神助眠，兼且保護埋我哋嘅胰臟細胞。一日3餐，一年365日，
你根本唔需要刻意去吃苦，你只係將原本飲開嘅含糖嘢飲，換成呢幾杯對身體有無限好處嘅天然茶飲。只要你願意邁出呢一小步，你就會發現你個血糖數值會慢慢變得越來越靚，你個人嘅精神狀態會越來越好，連帶你嘅血脂、你嘅睡眠質素都會得到好大嘅改善。各位老友記，健康係掌握喺我哋自己手中嘅，唔好再成日唉聲嘆氣，埋怨自己呢個年紀要受罪啦。今日睇完呢條片之後，一陣間就去條街度，或者去超市、去茶葉鋪買定少少綠茶、洋甘菊茶、生薑同肉桂粉返屋企啦。由今日開始，用呢3大降糖茶去取代你杯白開水，一齊輕輕鬆鬆、高高興興踏入去戰勝高血糖，健健康康啖享受我哋嘅豐盛人生。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幫到你，或者你身邊都有親戚朋友、老友記正喺度為高血糖而煩惱，記得一定要將呢個實用嘅資訊分享俾佢哋睇，功德無量。祝大家身體健康，精精神神，我哋下次再聊。